堪布好，今天想问堪布一个问题啊。通过学习佛法了解到，世界上万事万物乃至一切人和物都是因缘和合而成，是人们自己的概念所构成。如何做到不被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概念困住你？如何修？请堪布开示。阿弥陀佛。好，这个问题呢，问的问题呢，问的特别好，但是呢，问题是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题目，其实是这样的，因为呢，第一个呢，你也很明确的讲到了，就是说，一切万事万法都是因缘和合而产生的，这个就是佛法的最根本的一个观念和看法。所以呢，佛法强调缘起这两个字嘛。缘起呢，就是说任何万事万物，它没有一个主宰、造物主，也不是没有任何因缘的，也不是因为佛菩萨的加持而来的，而且它是一个自然的一个法则，就是自然的一种因缘，明白吗？但是这种因缘呢，可以随时随地可以产生变化的。这是第一个，再加上呢，真正的这种因缘是什么呢？内心的一个托施。所以呢，就是意思是说，万法唯心造，最终呢，一切万事万法都是内心的一个现象。为什么产生这样各种各样的这个世界呢？因为我们内心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种子。输入在这个阿赖耶识当中，也就是佛法里面的一个话来讲，就是在我们的心相续当中、自相续当中，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好的、不好的因缘的种子，这些种子就是成熟了，就变成各种各样的这个轮回的现象。所以这个要解决的话呢，就是内心对这个万事万物的这个认知啊，那你刚刚说的一定要是这个是一个我们自己的观念有关系的，都是来自于内心。总而言之就是这样，自己的内心，这是第一个。可是这个要解决的话呢，有没有那么容易？这个要看情况。比如说有一些从佛法的角度啊，从佛法角度来讲的话呢，有一个叫立根者，明白吗？立根者就是根器非常成熟的，就是本身就是很有智慧的一些人呢，他可能会顿然开悟，也就像六祖慧能一样的，听到一句佛经，他马上就证悟了。达到了这个境界，那个时候就是他任何这个概念不会限制住他的这个内在的智慧。所以呢，对他来讲的话呢，他所在的地方就是处于任何的地方，他就在净土一样，清净的刹土一样。但是我们一般人不一定有那么幸运嘛，因为我们无始以来，因为佛法强调轮回，我们无始以来的轮回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也造作了很多不好的事情，所以我们一直都有带着自己的业力和习气，尤其是习气这个东西，就是很难改变的嘛。比如说我们养成的，我们精神小时候的一些养成的自己一些家系人的习惯，你个人的一些习气，我们知道这是有些是错误的，但不容易能改变。说话方法，而且我们都经常受外在环境的影响的。比如说，你是本来说中文，可能是英文，学英文，你在学校里学的时候，可能会他说你到欧洲的时候，可能会那个澳洲的发音的影响；你到美国可能会变成美国腔，包括因为到英国，因为人的各种行为习惯、说话语气、姿态都是会受一个影响。这是我们现象学当中的一个习气连在一起的。所以呢，我们为什么在对外各种各样的这种
显现呢，其实也是一种内在的习气有关系。这个习气要改变的话呢，观念先要改变。这个观念呢，就是真正的观念是什么呢？你知道这个一切是实际上是一场梦一样，非真实存在的一个。所以在佛学的比较深层的这种中观里面，这叫做非自性存在的实相，明白吗？也就是说，事不异空，空不异事的，事即是空，空即是实，明空不二的境界。如果你没有办法生活上直接用这么高尚的一个概念的话呢，当你对于任何事情产生极大执着的时候，这个东西的趋势，就失去和得失，对你带来很多痛苦。当你这个事情的看法稍微有点淡了，看淡了，那它的变化不会对你带来太大痛苦，对吧？这就是观念的一个改变。修行上、心理上有一个明白了一些道理，然后呢，这些有些失去了，有些怎么样啊，弄丢了、不见了、离开了，你内心很淡定的觉得能够接受，因为什么呢？你知道这不是永恒的，这个本质本来是一种虚伪的一个状态，我们佛法说的虚假的一个状态，造作的、虚假的、戏论的状态。所以呢，慢慢，这个需要时间的，其实是慢慢，你不像以前那么执着，任何变化带来的痛苦不像以前那么强。所以这种有点看淡了，有点自在了，那就等于是你有改变。往这个方向慢慢努力，有一天可以达到就是八风吹不动的境界，这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大概是这样。谢谢堪布，而且我觉得堪布讲的特别好。我觉得，因为我在跟堪布学习的过程中也知道了，就是如何怎么样把心安住，就是在坐垫上，我觉得禅修的这个过程中呢，能够回到这个本来的这种状况，就是本觉的，就感觉就是怎么都不想，六根六尘都断了，就不想了。比如说你这个intermediate 什么，你的 Facebook 什么东西，你都就会去隔掉。以前会有什么信息去旅游什么，就会发这个。我现在就没有这个需要，我就觉得这个是我自己个人开心，或者我几个亲朋好友知道就可以了，我也无需让别人怎么样来看待，怎么样。对，因为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有时候呢，在这个用 Facebook 啊这样呢，有时候是你这个有个自然的一些生活习惯啊，这些呢不一定对修行带来坏处或不好的。但是有时候呢，你现在的一些工具呢，有时候用来当然是允许的情况下，也传播一些佛法正能量。比如说你有一个好的动机的时候，无论是媒体也好，生活当中的好一些行动都是有正面意义。但是你刚刚说的没错，就是一种有时候我们有这种要在意别人的怎么样这些的这种各方面的这种虚伪的很多的这个想法和这种做法连在一起的时候，慢慢发现你心静下来了，而不太在意这些东西。所以就是确实我们那个慢慢的，你刚刚问的说怎么达到，但是达到是一回事，但是我们要踏踏实实的实际行动要做，但达不达到交给老天爷，交给佛陀自然。谢谢堪布，谢谢。好。